目节目，欢迎主持人王金慧，恭喜您！我们现在先请跟讲座，我们在这边合影拍照。接下来来揭晓。紧张吗？好，没事，要到。不用紧张，开心点。好了，把我这个奖都给我。这边再站起来一点，对，好，对。接下来颁发这个最佳音效奖奖项。阿国寿吴奇轩，非常不请电视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总台，恭喜！好紧张啊！好，恭喜金慧姐！来，请留步。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莫拉克风灾对台湾的影响真的是非常大的深远。那我们这一次呢，用这个节目，我们去观察我们帮听众观察到很多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的人事物角落。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制作这个节目，您一定相当的有感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一些得奖的感言以及制作的感悟吗？因为我平常本来就是在这个采访高雄县跟屏东县，已经采访了10多年。我一直专注在这个高雄县跟屏东县，所以呢，这一次的风灾我就特别的关注。那么在很多的场合当中，说真的，也是就是在风灾之后，也是就是有很多机会到各个地方去采访。所以呢，我这次的节目当中就是一系列，然后收集了将近半年的采访的声音，把它制作成系列的专题，这样子。那我们这一次在过程中，您一定有接触到很多让您印象很深刻的一些故事，对不对？那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跟大家再介绍的？我是觉得在那个小林村，我在采访小林村那个重建会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当时他们是一直在争取说，希望能够在他们的重建区让他们就是不要在这个慈济的大爱园区混在一起。他们希望能够把他们的小林村重建回来。那当时因为行政院重建会跟他们有一些意见不合的地方，所以他们那时候也争取了蛮久的。所以我听到他们的心声，其实当时我还替他们觉得还蛮遗憾的他们的争取过程真的很辛苦。不过后来终于在这个节目播出几个月之后我们也看到他们终于达成了他们的心愿。对，是，谢谢您让他们的声音被大家听到，也恭喜您获奖，谢谢您，谢谢，恭喜。那个广播。